主后2025年7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21章37节到22章29节。保罗拄要互人押入去营房的时，对指挥官讲：“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袂？”指挥官问讲：“你捌希腊语无？安尼你就毋是迄个魔鬼情造反，带4000个杀手走去旷野的埃及人咯？”保罗应讲：“我是犹太人，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，是一个不知有名的城市的市民，请你准我对民众讲话。”指挥官允准，保罗就徛伫椅仔顶对民众比手势，众人拢踮落去。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因讲话。我捌迫害信奉这个道路的人，互因治到死，无论男女，拢甲因掠去关监。大祭司甲议会拢总的长老会当为我作证，我嘛有对因得到互大马士革犹太同胞的批。后来我有去遐要绑住伫遐的信徒，甲因掠来耶路撒冷受刑罚。我行要到大马士革的时，差不多是中昼，忽然有真强的光对天顶照伫我的周围，我跋落去涂骹，听到有声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伫迫害我？”我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伊应我讲：“我就是你伫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”遐个甲我做阵行的人有看到迄个光，无听到对我讲话迄位的声。我阁问讲：“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”主对我讲：“起来，入去大马士革，伫遐有人会将我要指派你去做拢总的代志，甲你讲。”因为迄个光真插目，我煞袂看见。我的同伴就牵我入去大马士革。伫遐有一个人叫做阿那尼亚，是一个遵守摩西律法虔诚的人，不只受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尊敬。伊来找我，徛伫我的身边讲：“扫罗兄弟，互你袂阁看见。”迄阵我随时会看见。有看到伊，伊讲：“咱祖先的上帝已经拣选你，互你知伊的旨意，通看见伊迄位公义的仆人，搁听到伊的喙所出的声。因为你会将你所看见、所听见的对万民做见证。那要伫眼前起来领受洗礼。”求叫伊的名，通互你的罪得到清气。后来，我倒去耶路撒冷，伫圣殿伫祈祷的时入神，看到主甲我讲：“赶紧随时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所在的人袂接受你为着我所做的见证。”我应讲：“主啊，因家己知我以前。”去逐个会堂掠信你的人关落监，搁甲因拍。你的见证人司提反互人杀害的时，我嘛徛伫边仔赞同因，搁甲害死伊的人告外三。主对我讲：“你去，因为我要找你去远远的外邦人遐。”众人一直注意听。到保罗讲即句话的时，
因大声发。即款人着对地上消灭，毋通互伊活。因大声嚷，踢破外衫，往空中也涂粉的时，罗马的指挥官命令人将保罗押入去营房，用鞭甲伊拍，为着要确实知犹太人是安怎得甲伊嚷。因甲伊绑起来要鞭拍时，保罗对徛伫边仔的军官讲：“对一个无受判罪的罗马公民，你用鞭甲伊拍，减有合法。”迄个军官一个听到，就去见指挥官，对伊讲：“呾要安怎？这人是罗马公民。”指挥官去见保罗，问伊讲：“甲我讲，你是罗马的公民是无？”保罗应讲：“是。”指挥官讲：“我用真侪钱才得到这个公民权。”保罗讲：“我出世就是罗马公民。”遐个要审问保罗的人随时离开。指挥官一个知保罗是罗马公民，搁因为甲伊绑地，就真惊。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一位兄弟梦见伊已经死，互带到上帝的宝座前。边仔的天使问伊是谁，伊就报名字，搁点算家己伫世间的成就。伊问天使讲：“生命册顶面敢有我的名？”天使应讲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会念今仔日死亡搁伫向永恒生命的人的名。”所以天使拍开生命册，念顶面的名，互叫着名的人拢欢喜行往宝座前。天使念完生命册的名，兄弟发现伊无互叫着，就痛哭失声。天使讲：“我已经念过你的名咯。”伊应讲：“我无听到啊。”天使佫讲：“真侪人活一世人，拢毋知影家己的真名，掠做别人对因的称呼，就是伊的名。因为安尼，因爱先留踮遮，定心聆听家己的名。”兄弟雄雄惊醒，跪踮床边祈祷：“天地的主，互我伫死以前，会当对你遐听到我真正的名。”真侪人活一世人，拢在满足别人的需求，为了得到好名声，在努力，到头来却发现，名声不过是别人眼中的专业也是工作，并毋是上帝予伊的真正呼召。就亲像扫罗一直加玛列门下受教，接受律法的严格训练，就是要伫犹太议会中占一席之地。过去，扫罗用大半世人追求犹太人眼中的荣耀，现今伊伫一阵企图掠伊的犹太人面前告别信仰，因为甲国我的主相遇，即个扫罗领受生命的呼召，诚侪往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师保罗。伫天主教圣本笃修道院会规中，修士拢着受严格要求，必须肯定所踮的环境是上主所有庇的。不论我面对的有偌沉闷、偌困难，若我的心保持平静，落尾会当踮其中，甲上主相遇。咱的生命历程往往亲像保罗的人生上半场，只掠家己做中心，追求自我的满足，直到和永生隔绝。但是当保罗甲国我的主相遇，伊伫人生的下半场不断询问讲：“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”伫落来的日子，主予伊找到正确人生的方向。
一生顺服主的呼召，诚侪外邦人的福音使者。愿咱也拢会当拄着主，佮回应主的呼召，诚侪福音使者。保罗穷尽一生，追找真正属于家己的名。当伊领受主的呼召，就献上性命。咱也需要国外的主光照咱的性命，互咱通清楚伊对咱的呼召。愿咱乐意接受伊的魔术，诚侪下伊使用的器皿。安尼，就算挑战来临，咱也不致受击倒，反倒因为有备好家己，清楚主的呼召，生命无搁失去方向。当迄一日，咱受接到上主荣耀宝座前，咱就当自信讲出真正属于家己的名。日想，当我遭遇困难，行到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，会当保持平静的心无？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愿保罗的提问也诚侪我的提问。当我遭遇困难，行到生命十字路口的时，会当保持平静的心无？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愿保罗的提问也诚侪我的提问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光照我，互我发现家己不堪的生命，需要你的洁净和修剪。主啊，愿你带领我，互我找到你为我有备的道路，行伫迄着行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